深圳近期超多免費市集活動集中上線，各類主題好玩唔同樣，打工族同年輕人北上放鬆休閒，出遊必逛，快啲 mark 低慢慢打卡。1. 山月集5月22日至5月24日喺關山月美術館前廣場免費開放，市集集合藝術攤位同文創好物，配搭弦樂演奏同詩歌分享，令藝術融入市井日常。2. 微醺中古市集5月23日至5月24日喺蛇口 GG 創意社區舉辦，復古舊物同小眾珍藏齊集，開啟後街走鬼夜，配搭微醺酒水，復刻舊時光溫柔。3. 深圳灣萬象城小巧市集5月22日至5月24日喺 C 區步行街設攤，20家招牌品牌帶嚟朱古力主題好物，解鎖可創意配搭，中意朱古力嘅放心衝，仲有超多羊毛福利。4. 戲遇南方市集5月21日至5月24日登陸華僑城創意園 T 街文博會專場，優選陶藝、竹藝、木藝等原創品類器物之餘，皆係匠心奇遇，邂逅南方手作溫度。5. 靈感夏日市集5月22日至5月24日喺深圳灣後海匯2樓免費開放，涵蓋飾品、花卉、寵物、香薰、文創5大主題，匯集初夏鮮活創意靈感，一鍵進入夏天頻道。6. 藝趣手作市集5月23日至5月24日喺藝展中心藝術廣場開放，以亞太美學手作小物為基調，聚焦亞太地區多元文化靈感，共享週末意趣時光，傳遞美學手作溫度。7. 第3屆中國野菌宣啤日5月22日至24日係精釀愛好者嘅盛會，現場匯集10至50款歐陸野菌宣啤，山野風味碰撞清爽酒體，解鎖夏日微醺歡聚時刻。